唔知影讲，咧网络顶头吼，所拄则讲，伊就着讲到后壁时候，真侪人拢会拄久啦。哦，但我想讲，因为上是上尾场嘛吼，所以讲即个我大家来听煞了吼，但是讲有想要拄好转去考困啦吼。哦，好啊，我拄则吼，就是有请咱遮的即个人员吼，就是有发即个一张即个纸对吼，内底吼有一个问卷吼，问卷吼，就请大家讲若是有闲的时阵会使做者，哦基本上，因为讲即个时间的关系啊吼，所以我是讲大家若是讲即晚无时间好做无要紧吼，我是要就开始讲吼。即个演讲煞了后吼，就是有另外一个问卷吼。基本上我是安排讲演讲前一个，演讲煞一个吼。本来看是要看讲大家听煞了是嘛，可能有啥改变无，无要紧。就是讲大家若是有闲的时候，大家会使做者。想讲今仔日我讲的这个议题吼，就讲台独的这个马拉松吼，这个参与者吼，即摆头脑体操了。想讲在座各位吼，会使讲拢是咱即个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前辈吼。我家己本身吼，其实是足久后壁前才开始参与即个建国运动。所以就是讲，我就是做即个真正的中国人吼，做30几冬，做30几冬后来才因为马英九伊要同迄个服贸协议啦迄个时阵我才开始申请。我想讲，你即句话，我想讲，相信讲大家拢知影吼，即个台湾建国独立即件代志是已经做足久啊吼。咱到即马即个抗战，咱到即个抗战呢，就是讲，到讲离即个上尾即个终点吼，感觉讲已经足近啦，要毋过到底要安怎行即个上尾即遮一段安怎走，安怎走，才有法度结束真正到即个终点就讲这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就是讲大家可能有一寡大家可能嘛需要去思考。这个部分就讲咱的建国独立我是讲基本上是分3个阶段这个概念是一个梁文涛教授这个是梁文涛教授伊所提出的讲法。伊讲咱的建国基本上3个阶段，第一个是抗暴对抗这个暴力。第二个是独权，第三个是建国。讲这个抗暴这个部分会使讲咱的过程当中内底，一直是到咱就是到废除这个刑法100条甚至讲到2014年的这个318这个运动这种会使讲是一个抗暴反抗这个暴力这反抗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暴力后壁出来就是独权。这独权呢，就是讲，本来这中华民国体制这个政权拢是咧国民党的手头。咱后壁咧透过因为中华民国伊就有开放总统直选所以讲咱透过选举的这个过程咱甲中华民国这权摕咱的手头。第三个是建国。为什么我分做讲独权甲建国分开因为我想讲，其实即马有真侪人。尤其伫台湾真侪人伊认为讲咱即马会使选举总统直选会使投票选着咱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安尼咱就已经建国啦但搁实际上呢咱若是有真正去思考，就会看到讲其实袂啦，其实袂就是讲，咱若是认为讲即马咱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投票选举。安尼，咱的建国就完成啦，可能到上尾后咱的建国可能永远袂完成。所以讲今仔日这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本来是有真侪物料去讲啦因为有一寡物件因为拄则发过迄张个顶头迄个 QR code 迄个背面迄个背面有几个物件伫咧是这所谓台风建国台风法理建国指南啦这本册内底有写着较侪，就是讲这个较理论性的物件。另外一个是这台湾地位建后的这个地位的变化这个简单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讲咱大家看了，就是讲台湾建后这个咱的法理的地位的变化搁来就是讲内底搁有一个部分是这个
为其实像恁啊，就是即个像恁我伊顶头哦，我有后壁有一个 QR code，迄个是像恁伊的迄个 WordPress 顶头一个网站吼。啊，迄内底其实就整理真侪，就是讲即个甲即个法律建构吼，甲咱台湾法律地位有关系即个文件吼，所以讲大家就是回头吼，若是有时间就会使去看吼。啊，第一个吼，先来讨论讲即个价值观的问题啦吼。你讲在座最后目标位伫倒位？我想讲在座各位大家拢足清楚的，就是讲台独即个物件，毋是讲咱今仔日伫台湾岛顶头，家己讲家己欢喜的吼。啊，所以当然上重要第一个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地位。第二个，你要一直得到国际社会信任。第三个，是要平等参与国际社会。所以讲，这项物件，吼，就是讲这三项，哦，我是认为讲，相信讲所有参与这个建国运动的大家拢知影咱独立目标是啥物。因为我必须嘛爱讲，就是讲即摆其实嘛有真侪人喙是讲台独啦，吼，也毋过实际上因所想的，拢是干那伫台湾即个岛屿顶头，要去抢即个政治的权利，吼，抢即个政治的利益，吼，实际上到底台湾有法度真正摕到独立的国际社会即个国家的地位，但是讲有法度得到国际信任无？因可能是无真正咧管的。我来第二个，就是讲，即摆有在自决。即摆吼，伫台湾这边吼，实际上就是可能就是咧中华民国即个逼压之下吼，真正拢无自信。吼，所以讲到底啥物有在自决？常常台湾人话想讲，看到新闻报道，吼，顶头一篇文章顶头讲啊，啥物，即个多些国家吼，对伊的迄个国会议员吼，讲啥物台湾 is a country， 啊，大家都哦，足欢喜的台湾即摆防独立安尼，吼，啊，有个人来讲，今仔日看到某一个即个网站，吼，一个其他国家的网站咧卖物件，伊的网站顶头，吼，伊迄个会使扣的迄个 menu 顶头出现台湾啊，啊，伊讲啊，台湾即摆防独立嘛，亲像即种物件为什足趣味的，就是讲台湾人对建国、对独立即件代志，敢若是足惊的，所以伊一定要找一寡，因认为讲啊有即个状况出来啊，就表示讲台湾已经独立啦。啊，我讲这一足趣味的物件，就是讲大家来闪撇讲家己应该做的代志。所以讲，是讲啥物有在自决，我相信基本上你家己自我决定，而且你要为这个决定去做负责任嘛，吼。所以讲来讲，今仔日有人讲啊，我支持台湾独立，要毋过伊规工拢咧等别人帮伊做决定。我想讲，若是伊即个时阵，亲像即种人，伊可能并无讲真正解释做讲啥物叫做独立吼。啊，第二讲，亲像即就是讲，你毋通去假扮讲别人甲人斗相共，因为这是自决，这是咱家己的代志。吼，所以讲毋是讲规工假扮别人甲人斗相共，因为讲你爱先家己斗相共，帮助家己，别人再甲斗相共。吼，所以讲为什么规工咧等互独立？吼，过来就是讲，毋通去误望讲，未知的物件会对家己有帮助。这个物件是啥物？就是讲，真侪人即摆咧拄着台湾建国独立即件代志的时候，因拢会讲一句话啊，等战争啊，战争发生了后，咱就会建国啦。要毋过战争敢真正有法度帮助台湾建国？我认为讲大家要好好思考一点。其实讲实在话，台湾即摆会有即种状况，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嘛，敢毋是？二战的时阵，日本战败，所以台湾互日本放弃，啊，就是即摆台湾的情况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若是讲未来若佫发生战争的时阵，敢有人法度保证讲台湾安尼以后绝对会建国？其实这是袂准算，吼。所以讲，亲像即种的，对这个未来的物件，你无法度把握的物件，基本上莫去期待，吼，因为这个基本上你总是家己做决定。你是等别人做决定，等即个你家己无法度决定的代志，替伊做决定。第三个，莫去等讲有啥物奇迹会发生啊！啊，即个物件吼，就是吼，真侪人，我讲真侪人，虽然讲有民主啊，有自由啊，也毋过迄个头脑、迄个思想，敢若讲卡伫可能100年以前。
哦，大家拢咧期待一个什么啊？一个皇帝啦，哦，一个女皇出来，哦，所以咧，哦，伊来讲，咱台湾独立啊，你有问讲，咱今摆讲台湾独立，就有人冲出来讲，啊，就叫大清入去做啊，哦，你就叫大清入去做啊，啊，进前蔡英文女士过来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嘛真来讲，啊，毋叫蔡英文去独立，去宣布独立，亲像即种的，基本上你嘛是家己的未来。等看互别人去决定，这拢毋是真正自决。哦，所以我想讲，有真侪人即摆拄着遮个问题的时阵，因的思考点可能讲啊，因为这个问题足大的，所以我家己无法度决定，我家己无法度处理，所以我就等别人替我处理。因为实际上，咱真正讲所谓自决一件代志，实际上应该是每一个人，拢爱去思考，你伫你家己的位置内底会使做啥物，应该做啥物。啊，另外一个吼，遮有一个，就讲日本吼，宫山吼，因2017年时阵有一个马拉松啦，啊，结果带头的迄个吼，行条路啦，吼，啊，因总共263个选手，大概262个选手，缀迄个领走的迄个行条路去啊，尾后咧，这262个选手吼，拢互开除啦，啊，上尾迄个吼，得冠军啦。哦，啊，为什么伊无得着啦？伊得袂掉啦。哦，啊，得袂掉要安怎？因为头前无人得咧赢嘛，所以伊就看即个主办单位讲，啊，到底要安怎？倒一个路线才对，所以就顺续正确路线，行到尾后，结果伊得冠军啦。哦，你看，足趣味对无？你若毋过你遮吼，即个题吼，其实想互大家思考一个物件。第一个就是讲，带路的人有可能做毋到代志。你可能有做毋到代志，所以就是讲，伫即个时阵，有一个人做领导者，目标是讲，今咱缀即个人的时阵，就伊讲啥就准说，就是讲咱有诶时阵，定来思考，哦，即个人讲安尼，要毋过敢安尼，敢有敢安尼，哦，啊敢安尼，毋是讲你叫伊去挑战，是讲伊咧讲，啊伊讲伊做诶即个决定的时阵，你嘛爱去思考者，到底即个决定是对还毋对？哦，毋是讲今仔日一个领导者，伊所讲诶，就绝对是对。第一就是讲，主流的路线无一定是正确的，主流路线无一定正确。你看，头前这263个内底，262个人拢行同一路呢。问题迄262个人拢行对路，上尾后的迄个行才是对。所以今日咱看到真侪路线的时阵，顶头，是毋是讲真正较侪人行迄条路就是对的？这其实无一定，哦。啊，嘛毋是讲迄个上尾迄个上少人行就绝对对，拢毋是安尼哦，吼，毋是安尼。就是讲，咱拢爱去思考，袂讲今仔日吼，就一定是安怎。第三个就是讲，新出发的无一定会成功。吼，头前这遮尔侪人拢新枪啊嘛，对无？结果上尾后，因颠倒失去即个自觉。所以伫即个部分，吼，其实咱即个建国即个，我讲即就是一个马拉松啦，吼。所以这表示啥物？就是讲咱的过程当中内底，哦，其实咧有真侪领导者，啊，每一个领导者，伊可能讲有无共款的想法，啊，后壁底人嘛无共济啦，哦，因为我到底倒一个路才是对的？其实这毋是讲咱看讲哦，倒一个领导者，迄条路是绝对对，啊，毋讲倒一个领导者后壁底人上济，迄条绝对对，毋是安尼，哦，这咱拢是爱主要去思考的，哦。啊，当然就是讲，今仔日你较慢行，较慢开始，嘛无表示讲你就绝对较慢到啊。哦，啊，先行还无一定对。哦，啊，另外一个，这铁人三项啊，吼，第一个，这物件有受水，吼，骑脚踏车，吼，到这种啊，这行路这啊，走路这无啊，毋走路，跑步啦，走路，大概走路啊，吼。啊，这基本上就做这分3个阶段嘛，吼，啊，毋知影讲在座各位有人有参加过吼？这个铁人三项这吼，每一个阶段伊拢有伊个规定嘛，吼，所以讲你咧受水，你就无可能骑脚踏车嘛，吼，啊，你今仔日轮流咧骑脚踏车，你袂使讲我继续咧受水嘛，吼，无共款的阶段，你就要按照无共款的行动去顶动嘛，吼，所以这是啥物呢？拄则我上就讲到一个建国3个阶段嘛，对无？一个抗暴，吼，一个夺权，第三个是建国。所以其实这个物件就大家去了解，就是讲，今仔日咱的无共款的阶段，
所采取的行动基本上是无共款的。所以今仔日咱已经行到夺权的这个阶段的时阵，进入这个恐怖的这个方式，可能就无适当。咱即摆哪夺权，安哪要做建国？所以讲有一寡方法是夺权的方式，咧做夺权的时候咧做的代志。即个你若去做建国，可能就无法度完成。所以理解这个无咱就知影，无共款的阶段方法是无共款的。过来就讲，所以讲咱大家正确去判断讲，咱即摆是咧倒一个阶段。第三就讲，但是伫新的阶段的时候，咱就有新的方法。所以你正话咧，特别咧讲遮的代志，就是讲，我想讲在座的各位拢是咱这个建国的前辈啦所以讲，相信讲大家拢有经过讲过去真侪，就讲对抗这个国民党对抗这中华民国甚至讲有人可能是以前就是咧中华民国，你家己逼压了所以你就得离开来到美国咱即马中华民国已经行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讲伊开始所谓民主化。那么伫这个阶段内底，咱所爱做的可能无啥共款，无啥共款所以你头前恐怖迄个阶段，大家所想的迄种做法，无的确你即马可能就无讲介适当，所以咱就可能来做一寡调整。所以讲后壁问一句话，民进党为什么行中间的路线？为什么民进党为什么行中间的路线？其实我就是要互大家，我是大家想者，就是讲，我是认为讲，因为民进党即马咧做的代志，或者讲伊主要的工作就是夺权。民进党的工作是夺权，毋是建国。伊的工作是夺权，毋是建国。因为即摆的中华民国体制下，所有的政党内底上材料。去摕到中华民国这政权的政党，就是民进党，对无？所以你这个阶段内底，咱若是要控制中华民国，咱就是爱支持民进党。投票的时阵支持民进党。因为既然民进党伊的工作是夺权，重点毋是咧建国的时阵，所以咱就要思考一点，就是讲，咱即马若是讲规工去要求民进党爱做建国。这个可能有淡薄问题，因为伊的工作是啥物？咱若一直叫伊做，毋是伊工作内底的代志，伊可能代志就做唔好。这个插社会的讲一下天文学的因为刚讲天文学进前咱讲有一个天动说嘛，讲这日头地球是世界的中心，日头是第一世，这是在啥来讲？阿说讲的嘛。来是多是来是开始讲的，来托勒密地国弄出一个宇宙形式图，地球伫中央，世界伫外口，后来有一个地动说出来，这个各位一开始讲，后来个监狱科普勒因拢将对这地动说这部分提出伊的一寡理论，即马相信讲在座的各位拢知影，天动说是毋对的，地动说才是对的，也毋过，你遮一个部分一个问题，就是讲对天动说毋对，所以客观上天动说是毋对，这绝对无问题。也毋过也会说说就讲调讲讲毋对，实际上毋是，因为按照伊伊的迄个时代，伊是毋知影，伊无迄个科技，无迄个技术去了解啥物做咧真相，所以目睭看到伊就去做解说嘛，伊就做解说。第三，虽然讲艾斯多德，你即个讲天动说即个部分是讲毋对，也毋过伊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科学家嘛，对无？袂因为讲伊即个讲毋对，所以其他拢无啊，拢毋是啊，伊就变做笨拙，毋是嘛？对无？伊刚刚迄个讲毋对啊，其他伊讲的基本上拢有是可以参考的价值嘛，所以你遮。我来讲一下，讲其实咱台独建国的论述，其实嘛是一种情形。所以讲旧的论述，可能有新的论述去取代啦。也毋过，客观上，可能你旧的讲法，可能确实是毋对。也毋过，讲这个旧的讲法的人嘛，无一定，相信伊毋是挑工的嘛，伊毋是挑故意的。因是迄个时阵开始做论述的时阵，真侪物件伊毋知影。
吼，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吼，这个法律建构这个论述，我嘛有研究，啊，进前嘛真侪前辈拢有研究过，吼，因研究的时阵可能是50档进前，60档进前做研究，60档进前做研究的时阵，其实有真侪资料是因是看无的，无机会看到，因为迄个时阵真侪拢是机密啊，拢看无，拢找无。啊，我是较晚开始做。所以我开始做研究的时阵，真拄好，真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搁日本，因真侪资料是拄好机密50档，后来解密，解密了后，我才有机会去看到遮个资料，看到遮个资料了后，我做出无共款的结论出来。吼，所以讲你即个时阵，咱绝对袂讲啊，进前遮即个前辈是挑工挑故意的，讲毋对的，毋是，大家拢足巧。只是讲，咱干那会使按照咱所看到物件去做结论。好，过来，今仔日就算讲有咱的前辈，因进行所讲的旧的讲法，就算讲即摆，安尼看起来可能是有对的，这并无表示讲遮的前辈因所过去所做的一切贡献都无准成。哦，这是无共款，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哦。所以讲，我讲咱咧做这个建构论述的时阵，其实我为什么拄到一寡状况，就是阮咧讲，即摆咧讲一寡建构论述的时阵，有一寡前辈讲，啊你讲的这套，我30档之前我就有知影，哦，有人是安尼讲，哦，要毋过为什么真少去听伊讲，就发现讲，伊所讲迄个物件，可能伊有一寡资料伊毋捌看过，哦，所以其实咱这个。台湾建构这个论述，其实就甲科学共款，有真侪物件，一直拢有新的物件，一直拢有新的物件出来。我嘛，像讲我家己嘛无把握讲我讲的物件绝对拢是对。其实我嘛即马就游玩拢一直咧做研究，一直拢咧做资料。哦，我相信讲即马真侪台派咱的前辈吼，嘛是共款咧做共款的代志。哦，所以讲，我讲你这个部分，希望讲大家有诶时阵，若是看到无共款的讲法的时阵吼，会使。想一下讲啊，伫即个情形之下，可能去看讲到底倒一个吼，可能是较正确的论述吼。啊，即个是大家去判断。吼，啊，过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大的即个电机的学士吼，加一个斯坦福的经济博士，倒一个较专业。吼，即个问题，大家想讲谁较专业？即个问题，咱即马敢有法度回答？今仔日你若是问讲台积电伊个半导体个生产的谁较专业？吼，我想讲可能应该顶头迄个嘛，较清楚。啊，另外一个，你若讲即摆问讲台湾的即个资讯产业倒一个发展的即个策略，你可能是经济博士较了解。所以这是啥物？即个敢若学术，一个学士学位，另外一个博士。吼，要毋过博士无一定了解比敢若大学毕业搁较济啦，看专业嘛。过来，你今仔日有一个机车维修技工，啊，另外一个 UCLA 统计系的这教授，同款你爱听啥？吼，这个问题相信，咱有知影，看你问这个问题嘛。你来问讲机车的引进安怎修理？你去问迄个 UCLA 教授，伊讲的无一定是对的。啊，你讲啊，咱即摆来分析即个选举结果，啊，你即摆去问迄个维修的技师的技工的时，你讲的可能真正就读过来。过来，眼科医师、甲耳鼻喉科医师，吼，讲你按嘴相看，吼，目睭雾雾，当然最快看目睭的医生嘛，对无？啊，伊来讲话收声，啊，你就去找耳鼻喉科医生嘛。共款拢是医生啦，拢是医生，吼，了毋过分科分足济，吼，专业无共款。所以，拄则所讲的遮个物件吼，就是讲啥物有最尊重专业。就讲学历较悬的人，吼，无一定有专业啦，看是倒一个，吼，倒一方面的。过来。你的迄个态度好听，吼，嘛无一定是专业，吼。过来，
你专业的名吼，听看起来足成诶，吼，要毋过实际上吼，其实吼，伊嘛无一定专业。哦，就讲拄好遮有杨医师伫嘛，哦，因为我想讲，妇产科有有产科甲妇科有啊，其实这嘛是一个领域伫啊，这嘛是有分开啊，因为无共款的专业啊，对无？啊，你有诶是，你也问妇科，有诶是来问产科啊。啊，虽然讲，你讲哦，你这妇科，你所以你产科你就你拢足知影，迄其实无一定。哦，啊，为什么要爱问讲这物件？就是讲。